各位香港嘅老友，我係 Stella， 歡迎嚟到拆房頻道。拒絕水軍，拒絕虛假，只講真實數據，唔係叫你唔好買，係想你醒少少先至去買啊！喂，你哋知唔知呢？香港人啊，喺中山裝修10個有8個俾人撳住搶啊！唔係講笑噶，報價15萬，埋單35萬，話用意大利磚收樓見到係佛山貨，裝修工頭收咗2期錢，成個月唔見咗人，話啲咩水電工師傅、木工師傅要排期喎，你以為買樓先有陷阱啊？裝修先係真正嘅修羅場啊！我身邊咧有個老業主嘅姊妹，佢叫 Winnie， 舊年喺中山買咗間80平方，諗住平平地整靚佢退休嚟住。個 agent 咧就介紹咗個裝修師傅，報價12萬全包，最後埋單58萬，仲要廁所漏水、地板翹起、電掣位全部錯晒。咁今日呢條片啦，我拆晒5大嘅一個伏位俾你哋，由報價到收貨，每一個 stage 點樣俾人呃，點樣避免。睇完呢條片咧，你起碼慳10萬，我 guarantee。第一個伏位，報價陷阱，呢個係最 classic 嘅招數嚟嘅。師傅報價嗰陣啊，乜都話包價，放心啦，12萬全包啊，靚女，水電泥水油漆廚房廁所全部搞掂，聽落好抵啊！到你簽咗約拆咗牆，佢開咗工，咦，靚女，呢幅牆原來係主力牆嚟嘅喎，加固要加3萬蚊，呢個廁所去水位唔啱位喎，要重新拉過加2萬，你揀嗰隻磚冇貨啊，要 upgrade 去進口嘅，加15000，逐樣加，逐樣加，12萬到15、18、22、28、35，由報價到埋單貴咗成2倍。咁點樣去避呢？有3個重點嘅。第一，一定要有詳細嘅報價單，每個項目拆開嚟計，水電幾錢，泥水幾錢，油漆幾錢，材料咩牌子，唔接受全包呢2隻字。第二，合約寫明總價唔可以超過報價嘅10%，有啲裝修公司肯簽㗎，唔肯簽嗰啲，即係佢預咗要加你錢。第三，分期俾錢。簽約嗰陣時俾10%，水電員工20%，泥水員工30%，油漆員工30%，最後執漏完先俾尾數嘅10%，千祈唔好一筆過俾晒。記住，錢係你手，你先係大佬，錢俾晒佢，你即刻變孫仔啊！第二個伏位，材料。呢個咧仲搞笑啊！你去到陳列室摸住塊磚，哇！意大利進口嘅好靚啊！師傅搏命岌頭，係啊，呢隻係意大利嘢嚟嘅。到時送貨你都唔會 check 㗎，因為你唔喺中山，你喺香港，你信佢㗎嘛？意大利進口磚380蚊一個平方，佛山同款磚68蚊一個平方，差價5.5倍。你俾緊意大利嘅錢，收緊佛山嘅貨，中山嘅差價去咗邊？師傅個荷包嗰度咯。磚都算啦，電線呢、喉管呢、防水層呢，你睇唔到㗎嘛？封咗喺牆入邊㗎。我聽過最離譜嘅 case， 個客俾錢用德國電線，最後拆開牆見到嘅係冇牌子嘅散裝線。德國電線一條50蚊一米，散裝線8蚊一米，成屋電線慳咗成10000蚊，落咗去師傅個袋度啊！咁點樣去避免呢？第一，所有材料報價單要列明品牌、型號、產地，唔係進口瓷磚，而係意大利乜乜乜牌子灰紋系列60×60，編號幾多幾多。第二，送貨嗰日咧，叫個朋友上去 check 影相對單，逐箱開嚟睇。你唔得閒，俾500蚊請個當地人幫你去驗收咯。呢500蚊分分鐘幫你慳5萬蚊啊！第三，水電、防水呢啲隱藏嘅工程咧，一定要影相留底嘅。封牆之前影，每一幅牆每一個位，將嚟有咩事你都有證據啊！第三個伏位，呢個係最嘔血嘅。師傅走數，你簽咗約，俾咗2期錢10幾萬，佢開咗工2星期，拆咗牆，鋪咗少少水電，然後呢 WeChat 已讀不回，電話冇人聽，想去單位睇，工具仲喺度，但係人唔見鬼咗。你去報警，大陸啲差佬就會同你講，呢啲係民事糾紛嚟嘅，你揾律師啦。
你喺香港隔住一個海，你點追啊？我同你講個真實嘅 case 啊，有個 uncle 阿強叔啊，2023年喺坦洲咧，佢就買咗間屋，經朋友介紹咗個師傅，話好老實㗎，簽咗約18萬全包，第一期咧就俾咗9萬蚊，開工10日拆咗牆，然後 WeChat 留言。強生，我返鄉下有啲事，返一轉，2星期後返嚟啦，2星期、1個月、3個月，然後半年，到而家咧2026年啊，阿強叔間屋咧仲係爛地一塊，佢最後要揾第2個師傅重新去報價，因為咧拆到一半嘅工程咧冇師傅肯接㗎，肯接嗰個開價25萬，咁我哋點樣去避啊？第一，唔好信朋友介紹，要睇佢過往做過咩 project， 叫佢帶你去睇佢做緊嘅工地，真人、真單位、真手工。第二，一定要簽正式嘅合約，寫明開工日期、完工日期、違約罰則，唔係 WeChat 對話就當合約㗎啦。第三，分期俾錢，每期完工驗收先放款，千祈唔好一筆過，更加唔好順你啦就俾錢啦。內地有句說話，錢喺手，人唔走，錢俾晒冇人理，你明唔明啊？第4個伏位啊，呢個係港人專屬嘅陷阱嚟㗎，水電。你知唔知大陸嘅水電標準啦，同香港係完全唔同㗎。香港咧，你沖涼熱水一開即刻熱，大陸啦好多單位你等成分鐘先有熱水㗎，因為佢哋用緊最平嘅熱水爐，水管又冇包保溫。香港你廳、廚房、房、廁所每個位都有充足嘅電掣。大陸標準係廳得2、3個，房得1、2個。你諗下，你間睡房床頭又想叉電 ，sorry 咯，成間房可能得1個電掣㗎，或者喺門後邊啊。仲有啊，冷氣啊，香港你習慣廳一部，每間房一部。大陸好多裝修公司咧，默認淨係整廳嗰部㗎咋。你想房都裝，加錢咯。加1部冷氣，拉電線，加安裝加機，等於5000至8000嘅人仔。3間房等於額外嘅15000至24000。仲有最重要嘅一樣嘢啊，防水啊！香港標準浴室防水要做到1.8米高。大陸好多師傅默認做30cm 咋，30cm 啊！你沖涼啲水 fit 晒上去啊！幾年之後，隔離房幅牆發霉，樓下天花滲水，到時你要賠樓下啲裝修費，仲貴過你一開始做足個防水。咁我哋點樣去避免呢？第一，報價單要列明所有電掣位置同埋數量，廳幾個，每間房幾多個，廚房幾多個，自己畫張圖俾師傅逐個位 mark 低。第二，熱水系統要 upgrade 啊，燃氣熱水爐加回水泵加水管包保溫棉，貴幾千，但你以後沖涼唔使等。第三，防水層寫明高度，浴室最少要1.8米，廚房要1.2米，報價單要白紙黑字寫明。第四，試水48粒鐘，防水做完放水浸住廁所2日，去樓下睇下有冇滲水。呢個 step 咧一定要做，冇得 skip。第5個伏位，呢個先係最大嘅遠程管理。你喺香港，師傅喺中山，你1個月先上去1次睇進度，你覺得佢會點做？梗係 hea 住你做啦。你話廁所磚要呢隻色，佢鋪咗另一隻，你下個月上去先見到。哎呀，靚女，呢隻色冇貨啊嘛，呢隻都幾靚啊，唔通你鏟佢啊？佢都已經鋪好咗啦，你想拆咗佢再鋪，加錢咯。你唔喺度就係咁噶啦。仲有啊，日程嘅安排啊，師傅話2個月搞掂啊，結果4個月、5個月、半年，每一次 delay 都有 reasons 噶。呢排天氣唔好，有個師傅病咗，材料未到。真相係佢同時接咗6、7個 project， 你個單位排最後，因為你唔會日日上去 check 咯。平均 delay 預計工期乘 1.5 至2倍，2個月實際3到4個月。咁點樣去避免呢？第一，一定要有個 local 嘅人幫你跟，親戚朋友或者俾少少錢請個監工，每1至2日上去影相 ，video call 你。1個月幾千蚊嘅監工費，幫你慳返10幾萬嘅返工費啊！第二，合約寫明完工日期，加遲1日
罰幾多 ？For example， 遲一日扣500人仔，你唔寫明罰則，佢冇 incentive 準時。第三，所有重大決定，揀磚、揀色、揀材料，你自己去陳列室揀，影低相 ，WeChat 或者 WhatsApp confirm， 唔好靠把口啊。第四，每次想去睇進度、拍片、影相，mark 低邊度唔啱 ，WeChat or WhatsApp group 入面留 record， 有咩事你有證據。好啦，5大伏位咧就拆完噶啦，你可能心諗，咁即係80平方嘅裝修究竟係要幾錢？等我同你計。呢個咧係基本舒適級數嚟嘅，唔係豪裝啊！水電重做15,000至2萬，泥水鋪磚防水18,000至25,000，油漆全屋8,000到12,000，櫥櫃加台面1萬至到18,000，廁所座廁洗手盆淋浴8,000至到15,000，房門加大門5,000至8,000，燈具啊同埋加電器嘅開關掣3,000到5,000嘅，冷氣廳加2個房12,000至18,000，熱水爐加回水泵3,000到5,000，咁 total 咧就係82000至到126,000嘅人仔啦。港紙計咧就係9萬至14萬，呢個咧係合理嘅預算嚟嘅。如果有人同你講80平方5萬全包，你即刻走啊！望多佢一眼啊，我都覺得嘥時間啊！5萬連材料錢啊都唔夠啦，佢一定係用最平嘅嘢加中間係咁加錢。我咧見過最平嘅裝修啊，38000全包啊！收樓之後3個月，廁所開始漏水，地板全部翹起，牆身嗰條裂縫啊都可以放隻手指入去啊！最後咧要鏟晒佢再做 ，total 咧就使咗22萬。平嘅裝修永遠咧係最貴嘅裝修嚟㗎。我而家住緊間屋啊，就係一個好好嘅例子啦。15年裝修，相熟嘅人幫我去裝㗎。我呢間屋103方，全包8萬蚊。我揀嘅材料咧，同收屋嗰陣時咧，完全係兩回事嚟嘅。佢雖然中間係冇加過我錢，但係啲材料我都唔想睇。洗手台發黑，廚房洗切台，煮下飯可以冧咗落嚟嘅，差啲嚇死啊！最後揾個可靠嘅人睇過佢嘅案例，分區域重裝。你未入住都好搞啊，入住幾年後你要重裝先麻煩啊！記住啊，裝修呢筆錢咧，你唔可以慳嘅，因為你將嚟咧日日對住，廁所漏水、電掣唔夠、冷氣唔凍，呢啲咧唔係一次性嘅煩惱，係每一日嘅煩惱嚟嘅。好啦，最後咧我就幫你整理咗一個 checklist。第一，報價單咧要詳細，每項咧要列明品牌型號，唔接受全包啊吓。第二，合約寫明總價上限加完工日期加遲1日嘅罰則。第三，分期俾錢，錢係你手，你先係老細啊。第四，材料送貨要驗收、影相、對單、逐箱去 check。第五，水電防水要影相留底，封牆之前去做啊吓。第六，試水48粒鐘，落樓下 check 滲水。第七，一定要有 local 嘅人幫你去跟，冇人睇住等於俾人撳住搶。第八，80平方預9至14萬港紙，唔好貪平。跟足呢8樣嘢咧，你已經避開咗90% 嘅裝修陷阱啦。仲有一樣咧係最重要嘅嘢，裝修係一次性嘅痛苦，但住落去係每日嘅享受。你而家俾多1萬做好個防水，將嚟10年唔使煩。你而家慳嗰1萬用平料，將嚟咧年年要俾錢去維修，你自己揀啦。OK， 今集講完啦。你或者身邊有冇人喺中山裝修中過伏？可以留言分享下你嘅經歷，我哋咧可以一齊整個裝修中伏嘅大全噶。OK， 大家咧覺得呢一條片咧有用嘅話，點個 like、訂閱鎖頻道，同埋 share 俾身邊準備落大灣區置業退休嘅老友記啦。我哋下條片再見，我係 Stella，拜拜。